这是头拄仔听到气象署地动中心的说明，若是有地动上新的消息，会随时为观众朋友乡亲来插播。继续关心宜兰地检署有一个退休的检察官，叫做吴志成，过去侦办案件是引起一寡争议，嘛互检察院弹劾，认定伊有几啊届违法签结案件，凊彩办案起诉，甚至阁唔传被告直接起诉。经过顶届法院审理了后，认定讲其中有2件是有顶届必要，第10远嘛已经互处罚。我办过假米酒案，出现伫新闻版面。这宜兰地检署前检察官吴志成伫法界有资深的经历，过去的侦查作为煞一直引起争议，搁互检察院弹劾，认为真侪摆违法签结案件，甚至无传被告直接起诉，也有101件。经过厅界法院审理了后，只有2案有厅界必要，甚至判决罚薪水6个月。不顾卷内的证据资料。依检察官的法律专业知识，明显可以判断被告设有犯罪嫌疑，有继续侦查的必要，竟然违反他自别案件签结的规定，屡次想签结该2案。吴志成办案状况之合议庭指出，包含这毒品案，警方查扣安徽他命，被告太太成军红西北道。吴志成所讲，无发现有犯罪嫌疑，也有一个枪炮案已经有被告提请强害为民，现场也采到枪指壳，啊不过伊认为无继续侦查必要，就算上级一直要求相杀，2案拢拍算直接签结。喂，吴律你好，我是公社记者毕信成。打电话给吴志成拢无回应，啊不过伊问题真多。我做外勤检察官的时阵，也发生涉嫌找无人，佮被发现办案正确率比全国平均值较低。伫退休进前已经连续3年考级评定，这部评定拢无达到良好。伊提起3件行政诉讼，争取处分逆转，结果一个定案败诉，其他也搁在审理当中。问题就出在于检察长或这些有权利的人，他们不愿意去发动去处理这个有问题的人，那导致于说，这个案件最后才爆发成这样子，然后很严重。这几年司法官出问题未少，亲像北检检察官陈立如下班等于出车祸，涉嫌向女骑士用过性骚扰，也互厅界法院判罚薪水。民间所该会表示，就算有评鉴堕胎制度，啊不过相关机关无落实态度无责任的司法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